平安，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今天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从大卫的生命诗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要如何来一起向主歌唱。那每一位基督徒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去赞美的神，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无论是高山或低谷，无论是顺境或逆境，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同样的跟大卫一样，向神、向我们的上帝献上，如同大卫一样这样的喜悦的诗歌。让我们一起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随时听我们祷告的上帝。感谢你赏赐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主圣灵，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欢迎你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当中宝贵的真理，也让这生命的话语能够真实的真理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你的真理有所连结，活出真理的生命。恳求主再一次透过你光照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让我们有反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活在当我们遇到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纪念神，你是信实的神，你必定用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享受在感恩的生命当中来回应你。主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真理，神的话语，不只是知识，更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品格及力量。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在我心中有一首歌，充满感恩与赞美，世上言语不足表达，唯有心灵来歌颂。在我心中有一首歌，充满感恩与赞美，世上言语不足表达，唯有心灵来歌颂。我灵要高唱新歌，我灵要高唱新歌，我灵要高唱新歌，赞美主，你是我的一切。你要高唱新歌，我灵要高唱新歌，我灵要高唱新歌，赞美主，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在撒母耳记下，我是用现代中文译本，我们一起翻开你手边的圣经，或者是观看我们直播影片里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第22章2到4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堡垒，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堡垒，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是保护我的磐石，我要投靠他，他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力量，我的避难所，我的藏身处，我的救主啊，你救我脱离强暴，我求告值得称颂的耶和华，他就拯救我脱离仇敌。各位弟兄姐妹，
诗歌的开头，大卫就用一连串几个称呼来宣告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在古代的晋东地区，磐石、山寨，也就是堡垒，是最坚固的这个防御工事，也是逃难的时候生命的保障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而这个盾牌呢，也就是保护这个战士在受到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的工具。所以呢，在这些对常年征战、四处躲藏的大卫来说，对他来讲，他经历过如何透过这些地点，甚至透过这个盾牌的器具，而让他真实的体会到他的生命如何被拯救。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磐石和盾牌到底是什么？很可能是我们的财富可能是我们的能力。可能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会认为，若我们有这个东西，我们会怎么样？这些东西，当我们真正在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所经历上帝那样吗？成为我们稳固的依靠吗？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这些盾牌跟磐石，是借由世上我们所拥有的，是财富，是能力吗？是人际关系吗？大卫的宣告，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是必须要从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那边来。当我们感到被病痛、痛苦所影响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时候生命濒临死亡的绝望当中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大卫一样，第一时间向主呼求：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堡垒，我的拯救。我的上帝是保护我的磐石，我要投靠他。我们在祷告，我们是否也一样的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你，我愿意来依靠神。我不是要为了希望你来解决我的问题而来向你祷告而已，我要真实的从我心中对神说：我真的依靠你，我是相信你的，我相信神，你必定保护我们，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灾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圣经节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第5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第5节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看上帝如何用他的能力，让大卫真实的遇到、看见上帝他如何显现在他生命里面。圣经这样说：死亡的波涛环绕我，毁灭的洪流淹没我，坟墓的绳索捆绑我，死亡的网罗笼罩我。我在危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上帝呼求，他从殿中垂听我的声音，我的呼求上达他的耳中。大地摇撼震动，诸天根基颤抖，因他的烈怒而摇晃。他鼻孔冒烟，口中喷火，喷出燃烧的炭。他拨开穹苍，亲身降临，脚踏在乌云之上。他驾着基路伯天使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为帐幕，以厚厚的乌云为居所。他面前荣光四射，炭火也被点燃。耶和华从天降下雷霆，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利箭，驱散仇敌。他发出闪电，使他们溃乱。耶和华一斥责，鼻孔一出气，海床就显露，大地的根基也暴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深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强敌，脱离那些比我强大的仇敌。我遭难的日子，他们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我，因为他喜悦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从第5节到第20节里面，这段经文它充满了许多有关上帝显明的现象的文学说法。它描述了很多当上帝介入的时候，
似乎整个我们所看得见这个宇宙的任何的自然现象，都会产生震动，产生许多的壮观的景象。而这些描写当中，都是为了要凸显出上帝的威严跟大能，而他的介入是让人看出无人能挡的。所以我们看出这些叙述，这里的非常生动的描绘出大卫他所经历的那个非常极致的危险。如果真正上帝显明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明显，几乎是会被死亡所吞噬的那种生命一样。所以关键我们看到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在危难中求告耶和华。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你没有在困境当中，你不会求告神。所以有人会说，牧师，为什么我没有求告神的机会？为什么我都没有感受到如何去好好求告神的机会？我会鼓励他，你要去思考，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对你的生命最难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是说，当人思考到自己的生命在困难当中，你才会知道你需要求告神。那意思反过来就是说，当我们没有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求告神了吗？其实并不是。我要表达的是说，人在绝望当中，在许多的困难当中，特别在求告神的当中，绝境当中，人的绝境当中，最好的一条出路就是求告上帝。所以我们从第8节到第16节当中，他用了很多非常宏伟壮观、充满宇宙性灾难的画面来显现出神的作为。而上帝的介入不只是说当时候真的天崩地裂这个现象，而是用诗歌的语言在表达，当上帝为了他的人民在行动的时候，那个能力是何等的巨大。所以不是用单纯说，那现在上帝会不会这样做，我不晓得。但是从这个诗歌当中，我们可以提醒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一位充满满有全能，而且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所以你的祷告是否能够相信那位能够震撼世界、创造一切万物的神？你是否相信他是这样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一个软弱无力，而且远在天边你看不见的。他最主要在叙述他是创造天地、大有能力的主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眼前可能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感到你觉得自己好像非常的渺小，你不晓得自己该怎么样去向前进的时候，这段圣经节它一直在提醒我们，上帝的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他的发怒、生气，上帝的愤怒，不是情绪失控而是上帝他是会对邪恶、不公义而来做审判。所以上帝的降临，上帝的显明，是为了要拯救那些呼求他的人。所以这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我们信主的人虽然会有苦难，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的时候，他是一位会震动天地的上帝，会为我们带来改变的。所以要不要祷告？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祷告。所以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在接下来第21节到第28节，耶和华按他的公义回报我，照我手中的洁净赏赐我。我们要继续看21节到第31节，耶和华按我的公义回报我，照我手中的洁净赏赐我，因为我遵守耶和华的道，没有作恶背弃我的上帝。我谨遵他的一切典章，没有丢弃他的律例。我在他面前纯全无过，远离自己的罪恶。耶和华按我的公义，照我在他眼前的洁净赏赐我。对慈爱的人，你显出慈爱；对纯全的人，你显出纯全；对纯洁的人，你显出纯洁；
对奸诈的人，你显出机警。你拯救卑微的人，但你察看并贬义骄傲的人。耶和华，你是我的明灯，耶和华照亮我的黑暗。我靠着你冲锋陷阵，靠着我的上帝跳过墙垣。上帝的道完美，耶和华的话纯净，他是所有投靠他者的盾牌。感谢主，神的话不断的在激励我们，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愿意来投靠神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上帝他是会救我们的上帝。这段经文最容易被误解的是大卫他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从不犯罪的完全人我们都知道他之前叙述了很多我们之前所看的圣经节22章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大卫他犯了许多的不洁净的工作，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这里特别强调谈到公义和洁净，对大卫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他曾经跟神的关系是在一个盟约的关系里面，他因为这一些事情，一些他所犯的错误，他更深的知道他跟神的连结关系需要如何达到忠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背信弃义的敌人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大卫他宁可选择持守他与上帝的约定。26节到28节特别完全的显明了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你如何向上帝求，上帝也如何向你显现。你如何对上帝显明，做好你身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应当做的，上帝也如何向你显现。这不是交换条件，而是一个关系的互动。当我们的心对准上帝，与神所期待的生命而有所连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甚至经历到他的信实跟慈爱，不是吗？所以最后他说，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在31节，上帝的道完美，耶和华的话语是纯净的，他是所有投靠他的人的盾牌。所以上帝的道是完美的，我们的正直是源自于对他完美话语的信靠跟遵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人没有完美，唯有他愿意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他愿意相信上帝的拯救不是随机的，上帝的拯救是同时在我们愿意投靠他的人身上一直在发生的。所以上帝的祝福跟我们的生命态度是息息相关这不是成功神学而是在提醒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的属灵原则。我们是否能够渴望活在一个讨神喜悦的状态里面呢？上帝他喜悦忠实、良善、有信心、正直、纯洁、谦卑的人。而这段经文它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走在讨神喜悦的道路上，还是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的狡诈、骄傲、欺骗。一个与神对齐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更深的去经历到上帝他的同在跟拯救。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32节到46节。除耶和华外，谁是上帝？除我们的上帝外，谁是磐石？上帝是我们的坚固保障，他使我的道路纯全，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站在高处。他教导我的手作战，使我的手臂能拉开铜弓。你把你拯救的盾牌赐给我，你的扶持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道路宽阔，使我的两脚不会滑倒。我追赶仇敌，消灭他们，不消灭尽尽，绝不转回。我击溃他们，将他们消灭，使他们不能再起来，都扑倒在我的脚下。你赐我力量去征战，使我的敌人降服在我脚下。
你使我的仇敌转身逃跑，我歼灭了恨我的人。他们呼救，却无人搭救；他们呼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我把他们捣碎，如同地上的灰尘；我践踏他们，好像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国民的攻击，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不认识民的民都来侍奉我，外族人向我屈膝，一听见我的名声就顺从我。他们都胆战心惊，战战兢兢地走出他们的营寨。感谢主，这一段话大卫的诗特别讲到一个上帝的赏赐，而使我们如何了。好，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他使我，上帝是我的坚固保障，而他使我的道路就得以存全，他使我的脚甚至可以快如母鹿的蹄。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的叙述里面谈到脚步的稳固，还有作战的技巧，甚至到大卫他对在战场上的征战的力量，完完全全都是上帝的赏赐。所以这也提醒到我们在面对许多人生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跟能力，而是需要上帝亲自来装备我们。上帝不仅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是我们得胜力量的来源。所以这段话我觉得蛮大的激励跟帮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圣经里面47节到51节。耶和华永活，我的磐石当受称颂，愿拯救我的上帝，我的磐石受尊崇。这位上帝为我伸冤，使万民降服于我。他救我脱离仇敌，你把我高举，超越攻击我的人，救我脱离强暴之徒。因此耶和华啊，我要在列国中赞美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使他所立的王大获全胜，以慈爱待他高立的君王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一段话谈到一个这首诗的最后的总结，特别大卫他谈到47节说，我的磐石当受称颂。一个帮助他生命如磐石般的这位上帝，是配得我们来称颂的神。到50节他特别谈到赞美的影响力，不单单是个人的领受的感触，而是达到列国，甚至到他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看见赞美的影响力是要能够影响到什么？是个要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牧师也一直在思考，一间教会为什么有些人他们的信徒在赞美的同时，都有一种无形的一种影响力，会不断吸引人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是会让人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上帝的临在。另外一个51节，当我们看见大卫他看见上帝的慈爱，不单单是属于他个人，而且是延续到他的未来，他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与大卫所立的永恒的约，最终是应验到耶稣基督身上，而这位耶稣基督正是最完美的受膏的君王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生，最终都是要回到这位永活的君王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做这样的连结，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你在敬拜神，可是你好像也不晓得到底自己在拜什么。所以从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牧师想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现今有很多我们在唱诗歌赞美神，但我们知道吗？赞美神不单单是我们去赞美神的一个形象，而是赞美上帝他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爱我们，在帮助我们，甚至让我们体会到在苦难当中神依然与我们同在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廉价的乐观诗歌啊。怎么说？什么叫廉价的乐观？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认为我们明明就已经得着
这个恩典，可是我们却一直活在一个好像自己没被拯救一样，好，一直在苦难当中还在挣扎着自己，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逃避现实，我们还会自我麻醉，好，麻醉说，我有感动，好，我有上帝的恩典，但实际上生命里头，上帝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早已存在，但是我们身上的那根刺一直在搅扰我们，让我们不愿意去对神诉说那份感动跟赞美。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啊，他3次求主啊，主没有挪去，上主是跟他讲，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牧师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认为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神如何让我在一周里面所遇到的困难，有如苦痛一样那种患难，我们能够诚实的向上帝表达，说神啊，我何等的软弱，我怀疑你，我甚至在痛苦当中我走不出来，但我今天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我清楚的知道那个赞美的神的根基是在于我清楚认识到上帝你是谁，而不是单纯上帝你要为我做什么，而是我知道上帝你的属性就是怜悯，你的属性你的本质就是爱，爱我们，救赎我们，是要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一起来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每一次都要去经历，到底我们的信心有没有从神的话语当中被带出能力。我们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把我们的眼光放远，相信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历程，他在带领我们走出那苦难的生命，而愿意敞开的心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了解今天我们所看到圣经当中经文当中所谈到有关上帝这些好像有一点暴力的形象？那特别今天的经文里面谈到上帝发怒啦，上帝鼻孔冒烟啦，口中喷火啊，可是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向那一些非信徒或者是初信者怎么解释这位上帝好像充满战斗力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位上帝不仅好像批判的上帝，我们怎么敢亲近他呢？可是我们要了解耶稣他教导我们在论到有关于要如何爱仇敌的功课里面，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4节说，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罗马书12章19节，保罗他也说到一句话，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要了解生命主权，上帝是拥有100%的主权，甚至我们在谈论人的不公义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也要用神所爱我们的心，他期待我们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爱你们的仇敌，就要为他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在经历神的话语当中，都能够看见神虽然他是审判的主，但是神他爱我们，他不轻易，他不会纵容罪恶，他会发怒，是因为他知道，因为他所爱的子民受了压迫，他需要透过，他不喜欢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上帝所有的这些公义审判，最终的结果是要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次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激励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盼望。这时候牧师想要邀请各位，在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神的话语撒母耳记下22章，我们不仅看到大卫他个人的生命的诗歌，也让我们重新反省，我们重新来对自己的生命来做一个邀请的动作，就是我们要回头去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无论是大无论是小，
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神也在邀请我们，当我们在面对未来有许多的挑战等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一样宣告，神是我们永不动摇的磐石跟堡垒。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为神谱出一首首，每一首歌都是充满恩典的诗歌。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命献上恳求，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与神交通、与神连结的时候，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需要更多亲近神，我们需要更多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跟不足。但我们看见神，你透过大卫的诗歌，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爱我们，你要我们能够活在虽然在苦痛当中，虽然在患难当中，但神你的丰富的赏赐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有智慧，让我们在苦难患难当中懂得如何倚靠神，来活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再次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每一次从神的话语领受的是丰富的恩典。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不断的经历神的平安与喜乐。邀请各位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我们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一起来聚会，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愿你平安。